讲到即届地震，这花莲受损害上严重。花莲有125间中小学，就68间传出灾情，其中上加严重的就是花莲女中。其他的亲像是物件损害、壁倒、翘壳落落来等等。花莲县教育处表示，会趁年假赶紧来甲因做一个修理甲复原，后礼拜一就会当正常上课啊。 台湾是发生大地震，花莲嘛有真侪项项拢受损，会当看到这支条啊是规个拢已经闭起，连钢筋嘛拢歪起，是好加侪无学生受伤。花莲女中是这届地震受损上严重的学校，校方表示讲，学校的大楼拢是合破的，过去地震嘛无发生遮尔严重的损害，这是头一摆，无真长咧等待后续的拆除工程。这届是上大的一届，所以学校迄间大楼因为4楼嘛足重的，所以伊承受不了，所以。 家人来帮就无法度。毋过，就家长烦恼，因为综合大楼离上课教室上近，毋望会当甲时间缩短，才袂去影响到学生学习。时间发生在学期中间，所以课程也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走。然后我们非常希望它是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拆除我们这一栋的综合大楼。根据花莲县政府的统计，花莲县拢总125间国中小学，这届地震有68间学校传出灾情，受损情形大多拢是天崩塌落来，条啊钢体歪起，灰啊落伫涂骹顶顶。另外嘛有3间学校是请国军斗3工清理，其中水管国小是较严重，因为是昨雨病落去，面积大较歹清。目前花莲县校园灾损的金额搁在统计。在国中小灾损部分呢，主要有天花板轻钢架的一个掉落，还有学校的柜子物品的一个掉落跟倒塌的部分，还有设施设备的一个损坏这样子。花莲县教育处表示讲，即摆加在无学生囡仔受伤，另外中央嘛有补助1000万，互学校会当做修复的经费。伫清明连假即几天会赶紧清理，才袂影响到连假过后的上课。记者钟义辉、顾朝阳花莲报道。